海边新娘，秘密第一道，这真趣味。听了船长讲的故事了后，阿公迄个亲童用怀疑的眼光看大家，讲：我所知的，甲你的阁无共。哦，大家听着，目睭变足大蕊的。当然，老伙仔讲。你所知影的秘密，拢是真侪人有看到，而且会当找到证人的。毋过我所讲的秘密，除了我以外，就无人通来作证啊。落尾，即个老伙仔用烧声的古早腔口，讲起伊所知影的故事。恁知影，新娘招美因兜，一向拢是人丁兴旺。伫阮迄缘，兄弟姊妹拢总9个，我有6个后生。新娘因即房，兄弟姊妹有8个，人丁兴旺，本正这是好代志。毋过啊，新娘暗棍仔相婚的秘密，就必须爱为即点来讲起。25当前迄个世代。可能在座大家无几个捌经过迄款的辛酸，迄全然是一个特别的时代。咱家族几个壮丁战死伫海外，留落来的人，就伫即个海边带某生囝。异国统治者离开啊，将即块散车的所在留落来。海边的人口也真少，毋过人的散车。有时暗是用人口的多啊少来决定。迄阵海边大概也无甲100户的人家，煞拢食袂饱。咱辛辛苦苦掠来的鱼仔，干那会用伫起顶上换一时仔番薯甲豆仔，过着骄盐配白的日子。毋过经过艰难的环境，种族的性命有时也会继续落去。就是伫迄年。阮即辈孙仔将即摆的新娘生落来，也伊已经是第8个囡仔咯。过重的人口压力，互规家口仔陷入黑暗艰苦的世界，也无人提起收养的代志。大家看到囡仔，都袂输看到散赤神。世间上悲伤的代志，上惊的，就是目睭紧紧看到家己的囝儿，为着无物件通食，煞来啼哭。有一个暗暝，天顶的星蓝蓝闪闪，有一个人来到海边上界尖凸的所在，伊派一个包袱来到遮，轻轻下落来，趁着星光，会使看出迄个人岁数已经真大啊。伊先看四周，然后用双手去刺迄个包袱，恬静的海天之间响起红耳仔的啼哭声。即个人一个急，为摇只骨边也抽出一截锋利的铁片，真惊遐伫伫旧包袱顶悬的物件。伊是海边一个起痟的人，伫遮做出违逆天理的罪恶。即个时阵，有一个人跳落去迄个所在，将迄个起痟的人拍倒在地。伊将包袱掀起来，发现内底倒一个红耳仔。颔棍仔已经互锋利的刀口重重划一船，伊真足加看，才看出就是家己孙仔的查某囝。落尾啊，伊非常的受气，掠狂起来，重重啊拍迄个电光的鬼怪。自然，老伙仔因为讲了伤紧，小可伫喘。自然，即个起痟的人已经死去伫马20冬啊。无人会记得伊叫啥物名，究竟是啥人将囡仔交互别人去杀死？这是我毋愿意来讲的。所有的毋对，若准要怪，就爱怪迄个可怜的世代。即马恁当然知影红耳仔是啥人，救伊的又阁是啥人。讲了，老伙仔将伊剩的下半杯酒吞落腹。翻头过去，恬恬啊伫看闹热的婚礼，无搁再讲半句话。
要暗仔时阵，残阳挂西天，彩霞怀天顶，波光返照，规个海边亲像一粒黄金岛。我将草帽仔提起来，赶一卡行李，为海边行转小店来坐车。我的朋友行伫我边仔，真乐痛，不时讲起南部的风土甲景致。连工，我才带你沿海边的公路驶一轮，为枋寮、凤港到台东。暗时的路途毋则是赞，滴滴答答，路顶道啊，暗流来啊，你油门加催落，就若像将车驶伫无阻拦的海面，迄款的爽快，你一定毋捌经验过。然后伊阁讲起风物对人种的影响，基本上，伊讲人也是风土的一种结果甲成就。是啦，我点点仔点点头，总算会当了解朋友讲的话。而且我伫想，无论大家对新娘红棍仔顶悬的疤痕有偌侪款讲法，伊确确实实已经深深刻伫海边每一个人红棍仔顶悬。不管伊是看会到的，也是看袂到的，我想，这也是活伫海边的每一个人无应该甲放袂记的。阮行到点仔头前，车拄拄来，我伫车窗野手甲朋友致谢。车后渐渐消失的画面感动着我，无张持小可船一个，搁轻轻仔点一支金招粉。